该不会是因为你叫尉迟龙颜，你和这个村同名，他才选择在这个地方出生吧？冥冥之中，刘盈还是选了我。怎么了？这茶中可有异物？怎么会？上一次吧，是我不好。这样吧，我先喝一口。你看吧，这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哦，我再给你倒一杯，这杯我喝过。阁主，谢谢你，真的愿意放过刘盈。天网裂缝犹在，我从未说过可以放过刘盈。哈！你还要用刘盈的元神补天网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龙王去。哼！是谁说绝对不走的？就算化身瞒过天界，你也不能和他成亲。竟是如此，如此牺牲，终究一无所获。龙王还不如放下吧。就算不能成亲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他。你也要留在人间。他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想死我了！哎，你说刘盈怎么会选择这么个地方出生啊？啊？尉迟镇？尉迟镇怎么了？尉迟，该不会是因为你叫尉迟龙颜，你和这个村同名，他才选择在这个地方出生吧？冥冥之中，刘盈还是选了我，懂了吧？